是讲充满异文气息的巴厘岛，同许多大家的介意。该做一只走马文化研究的音乐，则是同许多印尼人的尊敬。第一年，为遗憾是苏丹统治的行政区，音乐是走马亲有艺术气息的洛桑斯，无强用文明的也经交流，融合出印尼亲强烈的文化。也摆就停在台湾，强啊含义也在路网上，感受走马体育的文化魅力咯。吃头也特别嘅天时真嘅油热，尤其也特别嘅湿气啊，咩冻床嗰座项目吉布鲁啊，就流汗咧。我對沈伯良來到一下嘅地方就營業，體印象嘅老沈伯良改編就差動多，改編就同商業，也特別呢就同文化、同有歷史嘅感覺。我一下去前嘅鄉親，老佢見面，興起老係了解一下營業一個地方。Peter，Hello。你好，你好。apa kabar? Baik-baik saja. Ya ke hingga? My name is L. Ayo, Ya. apa kabar? Baik-baik saja. Baik saja. 好多嘞。你要基本特别请嘅朋友叫我来啊？他是就是我们刚来交换生刚到这边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带着我们一起玩这样。然后他对这地方算蛮熟悉，然后熟悉很多印尼的东西这样。然后其实今天约在这边也算是他提议的啊，就是这边这个是苏丹，就是他们的国王，这也是他的办公室这样。OK 啊，那我们今天就第一次去体验，走吧，跟你们一起去 ，Go。也摆来拜访嘅乡亲 Peter， 係主動出世嘅客家後生人，托放國太后上學院嘅佢，喺泰西2年先找到印尼來做交換學生嘅，佢兩位先生印尼啊，對當地又有乜嘅樣嘅看法呢？今日就聽聽佢攞佢嘅好朋友來聽聽嘅認識咯。哇呀，我會買很多東西誒。对啊，你看，這個是帽子嗎？这是这么很传统的那个。Yeah, 這個為什麼它這個會有這樣造型？ this is a hat, but made from batik. So this is Batik? So this is from royal family, only for royal family. More simpler, something like this one. More simpler. It's different. Common people can use this one, and they have like different in style. For example, this is from Jogja. Oh,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bob. But from Solo, No hair. No bob in here. 一看就知道说，哎，这个是日惹人，对或者是那个是哪里人。对。不过我看这以前应该这个是一块布吧？他们射箭的那个全套服装就是一定要戴这个帽子。传统服装就一定要。对，那他们就是自己传统的话，他们知道怎么绑。我没有绑过，所以我其实不会。其实那看起来很复杂哎，需要练习的，花时间做。你看它这是从里面刚才卷的那个这样子。就是把它弄成头顶这样。哎，好酷哦！哎，其实洞旁边呢，那种跳哪会用啊，都会打开来呢。When you feel itchy, you can just open it and If you scratch it. feel hot, you can open it. Yeah, thanks. But why the old people need wear this? Usually because we have like traditional vehicle, our farmer. Yeah, we just use this to protect our head from the direct sun. 哦，所以在日惹这边其实还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的一些文化哦。就是像台湾的台南嘛，这边就像台湾的。哦，这个比喻很好，就是历史的那个古都重镇。平常也会带这个。第四种型嘅奉养，顺条保留等当到走把传统文化嘅样貌，故说爱认识印尼，也为确定系爱推荐嘅体验。不过，莫谈好多奉养，就知道理言动言。印尼奉养是喺啥都做得来嘅，唔用台币20嘅元就做得落去参观，落去向去看下。哎，去到东都嘅地方，皇宫就一定是富丽堂皇、金碧辉煌。可是我刚刚这样沿路这样走进来，我觉得这里好朴实哦。Yeah, because the king or sultan want to make it simple, not really luxury, because he want to reach the people, so make them closer as the people. 平民化就对了。对，就是想要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哎，他就是高高这样，没有，所以你看这边就是可参观啊，然后就是放给你看这样。你说大家还有真正办公也是在也办公都在这边，就是他算是日惹的，他就是行政首长。
哦，它不是只是一个就像一个不是虚名，首相就是因为之前独立战争的时候，那皇室帮了很多忙，所以国父把这个特权让给他们。所以就是在日惹特区这个地方。对对对，就是它叫做特区，就是因为国王。Can you hear they know there what they sing? They are saying in very old Japanese, so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But it's very, very ancient. But this song is telling us about couple of the famous couple in Java, in Japanese history. 你看你刚刚跳那个舞啊，其实我觉得真的非常有难度。他们男生是这样抬起来，而且脚是整个是就是踢很高，都抬很高，然后那个脚掌都从头到尾那个脚趾头都是还要踮脚，对对，都是在一从头到尾都在出力。看了按后嘅表演，还压到边，你压到边，你还有推开嘛该？就是他们传统日的有一个小吃叫做 Guden， good， 所以是他们传统的美食，对不对？传统的美食吗？食物啦。好，然后那我们就来去吧。对，然后可是现在可能交通有点繁忙，然后在这边可以顺便介绍一下，就是印尼人这非常使用率很高的一个 APP 叫做 Gojek， 是用这个叫摩托车来载你去哪里。我有看过手机 app， 对然后你只要点好，它就会到你的地方。对。OK， 那我们就来试试吧。好。那唔係愛見嘅時間有限，我係真見東上多看一下嘅。用古早方言表演嘅傳統舞，雖然啲語言當我了解較難，不過就算外行看鬧熱，未做得感受到中原舞蹈地圖嘅美感，讓印尼方式對傳承早華傳統文化嘅用心。離開鳳江，下來聽聽 Peter 我來體驗採體嘅交通工具咯。他剛剛已經就是打電話來了，所以就表示說他速就會到。我們剛剛看到它有幾個選項，還有食物誒，有機車、汽車跟食物，在這邊常用嗎？我最常用的是叫食物，然後因為有時候晚上下大雨或是幹嘛，人就會就是這邊雨季的時候，那個雨一開始下，你基本上就出不去了。來咧，依家就見到係多隻。哎，你有沒有坐？就直接上車了。對，就上車。有幾架專用商務嘅高捷，成巴泰設施都老人包咧，係印尼本土前10項嘅 app， 同時你係對抗色差前2片嘅交通工具，坐到班老啲模態嘅音樂，吹點風，其實係動爽快呢。等一下就到福建前鬧熱嘅馬里婆羅街等 Peter 咯。剛才坐摩托車的速度到了，還真的等了一下子你才到。對啊，而且這邊好像是開車，其實蠻麻煩，因為停車也是個問題。對，我們剛剛也是停到很後面去。古早人家行多鴉片，兩邊都是賣吃的。這邊巷子有點就有可能有分一種，就是你走進來它都是吃的，不然就是散都是賣那個賣東西。因為這你說我們要吃那個叫 good 的飯是在這邊嗎？就是前面那個有沒有看到那個阿嬷的臉的那個？ So this is good. Yeah, 覺得 good 飯呢 Make it good is because the egg, the coconut spice. coconut. Yeah, fresh from coconut, and then there is some meat, jackfruit. 所以這 good 飯是屬於印尼這邊中爪哇的料理。就是日的比較特別的啦，因為日的食物的那個感覺跟人家不一樣。然後就算你以前有吃過Guden，那可能在這邊的味道應該會還是跟你以前吃的不一樣，因為它這個日的比較特殊。否日的，對不對 Peter 講，雖然全印尼都有 good， 不過啲早華島係講到 good， 體現上到嘅就係印尼。談講佢嘅特色，就係讓網上嘅婆羅妹攞來幫飯，唔知咩事係樣乜呢？來試看就知咯。哇，
那就来先思考那一片，good 翻。我讲 good 到底是哪个东西啊？一整个东西叫做 good，但是重点就是要有这个，要有菠萝蜜，然后要有这个酱，还有一颗蛋这样。那就先来思考那一个。Thank you. 哇，冬甜咩，好甜哦，而且有椰子的味道。应该知道，应该是一种比较热的地方，好像吃的普遍会偏甜。对，所以它这个甜真的是还蛮甜的，对不对？冬甜咩，好像加了很多的糖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尝试啊。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日惹除了文化像台南就是文化城之外，其实他们的食物也很像台南，就是日惹本身很甜。所以你平常都不吃这个吗？我平常是没吃，然后也没机会吃。那我看你这么瘦，是不是来这边真的是吃的非常不习惯？一开始有点水土不服，所以就又瘦了一些这样。真给呢？我来店我就知道说，这个商学院就只有我一个台湾人。如果今天我要发表了，那我就想办法做到最好，因为他们可能这辈子就只看到这一个台湾人。我看是等一下是不是要准备要下大雨啊？可能哦，只是可能，它现在下不一定，等一下会继续下，然后可能这样点，它有可能都是这样下，它有可能都不下，要有可能等一下就砰，就像用倒的一样。对，真的就下的时候就这种倒的，然后马上就会淹起来。所以你这样平常其实在这边要出门，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就是我个人比较胆小啦，然后又怕麻烦，他如果开始这样子，我就不出门，就直接不出门啊？对，我就直接宅在家，我就不要跟他赌，因为我上学期在这边，我已经湿回家3次，就是连内裤都湿。像你在这边的话，台湾人多不多？日惹真的很少，非常少。可是所以你来到这边，在这边的同学或是朋友，一般都是什么国籍？日本人跟印尼人，就是日本交换的同学量比较大，所以就跟东南亚人就比较接近。对，就是他们也很喜欢日本人文化。那我没有说特别喜欢，就是可是大家都这样，然后他们其实人也很友善，所以大部分人跟日本人都蛮好的。可是我记得以前好像日本也是有就是攻打过这边Do you like Japanese culture? Yeah, I like Japanese culture. Is Japanese culture in Indonesia is very popular. Yeah, it's pretty popular from the young people. AKB48. Yeah, AKB48. We have JKT48. The sister group from AKB48. 就是在雅加，就是他们有一个雅加达48，就是 AKB48，然后他们在很多城市有。那印尼其实也有一个叫 JKT48。哦，对，就是在这边的。哇，所以日本文化在这边这么受欢迎啊！我其实认识很多印尼人，其实他们都会说一点日文的。真的假的？对。像你现在到这样的话，印尼文应该也学了不少。还勉强，可能跟我的客语差不多吧。不过在这边真的很棒哦，我就觉得，因为你到外地真的很需要朋友，因为在地的朋友，他可以了解当地的文化是最快的。Yeah, a friend is like a real honor. 人講出外認識朋友，有句話真經冇錯。Peter 講來到語言讀書，就發現到世界嘅法，因為係印尼重要嘅大學生，語言唔但講懂國際化，對外國人咪懂好，聽聽 L 神話，除咗對印尼有很較深嘅了解，咪看到印尼後生人唔會限制自家嘅包容力。是包租高校老定太醫，唔簽時係困下。聽講你聽聽 Peter 來參觀印尼第一大學UGM 咯。Peter，你家從講一個印尼邊個地方係一個動有文化、動有歷史嘅地方，我有談過亞特別個大學動多，大學是非常非常多。就是日惹又叫大學城，第一有文化，然後以前又有就是特殊歷史背景的關係，然後這邊又有很多學校。日惹大學的話，它就是印尼境內跟印尼大學都可以算是台灣的台大，就是非常有實力，然後學生的素質也，我覺得在這邊上課的感覺還蠻好的。不過真嘅同好奇，你講呀，我談講啊，就是很多台灣人要出國去留學嘛，或者當然你是算交換學生，不過你有冇現在講來到印尼啊這地方，印尼啊這地方？先進國家就可能就是長那樣，它就是很先進，
那为什么不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看看？然后东南亚又更特别一点，会选印尼就是因为它是全球人口第4多的地方，然后它有穆斯林，这个就是又在这个宗教背景之下，可能它的商业活动可能会跟其他正在发展东南亚国家又更不一样，所以我就决定要来这边。不过你讲那个印尼台学这个 UGM 算是全印尼算是非常就是顶尖 top 的。那你要进到这个学校，也需要通过很多的考试啊，要干嘛？不用，其实全世界的大学对于交换学生都是算比较有优待，你不用跟当地的学生一样拿着最好的成绩去申请，它都会比原来的门槛再降一些，来去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生这样。看到一贵气的就会讲的商学院，对，就是这边这个四方形就是我们的商学院。看你看上课做到安尼，很悠闲的哈，懂休闲。就是现在没有要上课，可以穿得这么悠闲。商学院规定就是穿这样子是不能去办公室，你去办公室了，可能老师不会理你，也没办法去上课。他们规定你可以穿短袖，可是你一定要有领子，一定要长裤。还有，你像你底下在那个读书的时节啊，你看到亚在那主题有国际的教班生，没有印尼鸦片的学生。但你知道你在台湾学的教育来到亚在那边，你知道觉得自己竞争力强不强？就是虽然我有做功课，我知道这个学校很好，可是我还是没有预期到说，原来这边的同学都实力坚强。那他们的语文能力不说，因为国际学程了，那英文真的很好。但你来到亚在那边嘞，你知道你自己有改变吗？我觉得就是，我知道我来之前我就知道说这个商学院就只有我一个台湾人了，所以我就如果今天我要发表了，那我就想办法做到最好，因为他们可能这辈子就只看到这一个台湾人。Peter 讲，佢来到印尼之前，带定自家嘅刻板印象，留一啲嘅傻批。不過來也一轉，才發現自家競爭嘅對手，其實係啲研究CED度萬中選一嘅精英人才。故說，佢每次都自家當好彩，做得來也讀書。像你来到亚大杯啊，你有现车嘛？该考场吗？就是通常我们外籍生来，他们有针对外籍生开了2个课，然后大家都会去选上。一个是印尼的，有点像历史课，就是让我们了解。然后还有一个是印尼的社会与文化，有点像是。就是了解他们文化，也是了解时空背景，这样以前，然后为什么他们现在很多做事会像思考模式啊什么的。然后一个是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的风俗习惯一些比较现代的事情这样。就是上完这个课以后啊，那你觉得你就是对这边开始认识了解以后，跟你原先的想法会不会差距很大？印尼就是有一些。可能生活面上，你自己去小店家吃饭，你可能感受得到的。然后有些是这个上课讨论的时候，就是才知道的。像是他们这个就很喜欢看韩剧啊，或者是什么之类，就是他们印尼的女性很喜欢这些戏剧啊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在这边的社会地位比较低。那韩剧里面的女主角可能常就是那种，他们都可以不靠别人，就是靠自己，就是有工作能力，过得再穷烂或是干嘛什么之类的，都是可以爬起来啊之类的，所以他们比较向往这种，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他们很喜欢。不过你讲亚间太好呀，来个学生除了国际生以外，该本地跟印度嘛，日的当地的学生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负担这个学生的学费，那比较多可能是大部分啊。雅加达真的很多，就是商业大城，该特别个审判个水准，他狗丢，他有经济能力的人来这边，然后就学生他们同学开车啊，还有就会给的差都还不错，是不是？对，都是新的。我估计你唐一来鸦片的该种贫富差距真经还可算可以动态啊。很大，就是我也有跟朋友就是去他们家，那就是还过得去的那种，就是他们还可以招待你或是什么之类的，那可能比较。就是不是读这个学程，我有认识其他学院的同学，那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每2天停一次电，他说的啦，可是有可能就是突然就没电。不过你你讲你学校的时节，除了上课看到该印尼、该本地人给他们的程度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看到很多国际交换生这样看下来，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台湾的教育制度啊，还有台湾的教育方式，在这边你会觉得说，
你在这边好不好用？我个人本来就比较爱讲，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发言，自己反正大家都发言，你就不会觉得你自己很奇怪。然后我在这边就是我们做一个 presentation 结束之后，老师他通常会最后才问你，然后因为前面很多学生，很多你的同学会一直举手，回答他们的时间比我自己在 present 的时间还要长。这一代有受教育的一代，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竞争力很强。我觉得就是可能跟台湾全部的学生讲说，不要觉得喝洋墨水就是喝西洋墨水，其实东洋墨水有很多你可以喝的东西，就是都要去走走去看看，才不会觉得就是下意识的觉得说东南亚就是落后什么的。对，其实大家没有差这么多，他们可能甚至他们比你还要强。看到 Peter 行业上手，用开放嘅态度接觸新事物，雖然過程地度有啲嘅衝擊，不過有條珍貴嘅經驗，每本下後嘅路變到行得發。感謝人嘅分享，未比發人嘅視野。離開了 Peter，另外到印尼附近40公里嘅世界遺址 Pulau Filtu， 感受世界上青苔復塔嘅魅力。嗨，你是大汉吗？你好，你好，你好。我很快乐见到你啊！哇，欢迎欢迎。哦，多了。今年要來到普羅富對那邊咯。每年都來，每年都來。每年都來。你呢啲喺小間嘅你嘅工作就係。是我的工作是導遊。運動小球嘅內容豐太過，喺山口用客家人，使到印尼已經有40年咧。等一下就聽你對科學動有研究嘅佢，好好嚟認識一隻東方四大奇蹟咯。婆羅佛都是我們世界上一個很重要的佛塔，而且我知道是最大的佛寺。呀，可以這樣講呀。如果我們一層一層樹啊，到上面呢，有人說一共有10層，就是10地。可是我算了好多倍，不是10層，只有8層。就8層啊，那2層不是在這邊，那2層就是門徒跟拋碗廟。第一地、第二地、3、4、5、6、7、8、9、10，這10地。嗰度嘅一啲條前就開始算啦。啊，一級的線張多鴉片。慢那方向看過一個夢想了，對不對？你這樣看也是這邊，你這樣看還是對，它是靠一本書畫出來的。你要懂得這個鳥眼，從上面看啊，鳥眼像啊，這個什麼東西呢？在佛教我們叫它曼陀羅。這個非凡的世界，我們把它畫出方形，東西南北很多方向，中間是圓形的，那個是絕對的世界。每一個方向有不一樣的佛，佛羅佛都是有這個畫出來。遠遠看像一隻西山嘅普羅菲圖，本但係一隻火山大沙頭。4年8世紀，幾萬噸嘅大沙頭就福建語言叫做四方塔。透過菲圖地圖同有嘅人物故事，讓大家感受到佛學嘅哲理。後來，因而受到印度教、伊斯蘭教嘅影響，佛教冇退咧。一直到19世紀，空地山那地圖1000年嘅普羅菲圖，本人發現，嗰變咗佛教徒重要嘅朝聖地，來去朝聖路。那個，要去到要佛寺嘅面前啊，其實你看上去啊，中間就有一條很大很大的樓梯，大家好像就一路的想要往最高上面走。那個就不對，這個佛塔是讓大家慢慢的一層一層的盡量去站上去，因為每一層都有講給我們怎麼樣做人，我們的口啊，我們的意啊跟身啊要做好，要不然你會有不好的輪迴。那麼你靠這個圖啊，他們所講的經書啊，慢慢的了解它了，那麼我們慢慢的一層一層，最後最上面一層，我們這成佛啊。就像我們的人生歷練一樣，你總得一下地不會一下你就不會爬的時候，你就想要跑是不行的。那我們趕快來去看嗎？那你走錯路，這邊來。為什麼？要順中呀，佛教我們要順中轉，不可以逆中。是。這個叫 Pradaksinapada， 要順時鐘走。其實哦，行到呀，它群的地方看啊，它的雕刻其實很細緻。對，
什么方向看过去都是很真的。你这样看也是特别，你这样看还是对。他是靠一本书画出来的，父的眼睛有多大，鼻子多高，颈多长都要画出来。那它有颜色吗？可能没有颜色，很多下雨的地方你放颜色，露天一定是会坏掉。一个荷兰照相家把它弄到黄网来照相，这个黄色颜色弄坏了这个塔。哦，真的。对19世纪重新本人发现过后，普罗菲图出得相当众多嘅复杂，没想到的差的，头发上去买。也要揾吉托神秘嘅普罗菲图很卡困難。層層理想佛塔，聽聽來把攻擊佛教地圖嘅故事，經過因果輪迴，佛祖嘅前世今生，才發現普羅菲圖唔單將太堂，還加係充滿智慧嘅事實。啲太乙地圖影響到象徵無體世界漢字嘅模式嘅，其實你在沙利塔安放的各種各樣嘅佛祖，你係當到朝聖嘅人愛來嘅素材。係吧？那個唐宮吼，一特別有一個傳說，看到一佛塔，個樹啊，做的第一個孔呢，安尼存落去，伸進去摸到那個佛的膝蓋的話，做的幫你帶來好運啊呢。就是那個塔，就一個塔啊，這圓形的第一層，第一個，為什麼？用蠻黑掉的。這個塔是站在一條線的中間，就是那個最大的塔，如果來一條線到前面的火山，這個塔站在那個線的下面，所以它帶來一個很大的力量。可是啊，這個呢是一種迷信，為什麼？大家都相信摸到那個佛香味啊很好運。那麼一個老母親啊，抱着她的小小嬰孩啊，她就去摸，她不知道她的小孩子的頭鑽到那個鑽進去，一天拉不出來呀、啊！哇，一天很可憐呐、啊。從那天起，政府說不可以再摸了，你們要發財了，要什麼幸福的，繼續做多點好事就可以了，這才對。按你講係真嘅呢，因為嗰種其實我知道吼，來到一個地方本來感觸到嘅，就係講除咗了解一佛教嘅歷史和文化之外，我知道我嘅心靈得到嘅滿足很多。因為其實啊，你帶下呢一層一層一層行上來呢，看到那邊每一個雕像，然後每一個佛像，它的那個面容是非常非常的慈祥的，就讓我感覺到其實很多呀身心靈都不用鬆嘅。那不用鬆以後呢，我看見天空，雖然它下着雨，就是天氣不是很好，這麼得看到東江嘅風景，不過我又知道有另外一種美感。雖然一擺來拜訪，拄到太乙，唔過來把講，啲蒙沙爾地圖，眼看佛山，多望佛塔，真係看到上帝水佛地圖嘅人影，真真實嘅樣誒。比嘅衣裳帶走了世界嘅吵鬧，一下一天天，家看到嘅東西就變咗朦朦咧，直到全世界都永強下咧，新冠度嘅煩惱沒冇睇咧，一直到天時空浪咧，天國線天天變到清楚，離開普羅菲圖嘅世界，看到嘅世界沒冇用咧，帶啲能量嘅祝福，下來另外去拜訪，面對美國留學做研究嘅先生。老師好，你好，你好，歡迎歡迎。你好，哇，其實啊，這間是一個學校，對不對？對對，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然後事實上呢，他們在大概四五年前還辦了大學。所以老師，在這間學校裡面有幾個台灣老師啊？哦，其實沒有台灣老師，那就連我自己都不算是老師，我是來這裡做研究。做研究啊？研究什麼？這邊的教育嗎？這邊有一個非常奇特的音樂傳統，然後小孩子呢，其實就是在音樂當中學到很多東西哈。那這就是這個學校的特色。這是什麼樣的音樂？待會我就帶你去看看咯。在這邊就看得到。好，OK，走啊。好，走。啲新竹出世嘅黃水強先生，啲美國學習印尼音樂，有原來到人嘢，做13年嘅造反兒童創業，當班到了那安娜克嘅研究，到底乜嘅係造反兒童創業呢？先來看下小朋友嘅表演咯。其實
时候我糖要被赢了吧，糖蛋然后甜甜给了冲啊冲冲，眼尾尾一滴滴的呢。我小下就会给种从细啊就开始高油的一个动作的方式。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这样子，我刚刚听着他们那个节奏，虽然就是看那个动作，好像就慢慢可以了解他们的那个意识。刚刚那一首歌啊，其实是男孩子啊，他们的行为让女孩子觉得他们像是小偷，所以他其实是在教训他们。哦，真的、哦？对，说你们怎么这么贪心啊？难怪我看他们的手，还刚才弟弟还跟我说手摆后面有没有？讲啊，像他们在跳这个舞蹈，就有点像是就童谣嘛。那童谣里面他们到底在传达些什么意思给小孩？开始有学校教育之前，小孩子是自然而然的在游戏当中成长，然后学习到的是跟生活的知识有关的哈，譬如说自然啊、星星啊、月亮啊这种智慧，像这样子的团体的那个游戏里面，他可以学会跟朋友之间的社交活动的一些能力，或是团体的那种。对，所以在人格的培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真实的意义就在这边。因为你想想看，你小时候跟邻居玩游戏的时候，也不会有老师出来跟你说你哪里学不好，哪里唱不好。对，所以是在重复的学习当中哈，不断的修正，然后第一次没有学会的知识啊，或是智慧，在第二次、第三次再开始一直玩的时候，其实你就学会了这样子。那你像他在从小学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有没有学到些什么东西在这个游戏里面 ？Doing this, they become calmer, yeah. 就是在情绪的管理上面，他觉得其实蛮有用。当他们开始觉得快要小孩子已经失控的时候，放音乐给他们，让他们开始唱，就会乖乖，然后就可以冷静下来。家庭学太自然，无去向角色，老关系发展出嘅造化创有系统，跟成员呢，伫传唱头牌造化童谣，老教嘅高尚制度，认识造化嘅历史，同时要学到造化社会制度嘅生存智慧。但曼西苏啊，特别嘅教育理念係1922年起始嘅，嘅當時嘅讀書人為咗聽說印尼離開荷蘭殖民，同時保留造化體育嘅思想。第二年辦了第一間本印尼社會圖書嘅素材，該王先生又係兩個年份來到一間學校呢。Papa Prio， 他呢，跟这个塔曼西耍的渊源非常非常的深哈。刚刚听到的那些小朋友跟我们唱歌跳舞的那些曲子，都是他的父亲所做的。那创办人呢，知道说音乐其实在人格塑造方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哈。所以呢，在他们教育里面，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学校跟其他学校不太一样的地方哈。那这些都是你在你来这边之前就已经知道的、认知的。这说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机缘哈。我其实刚开始学了 Gamelan，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在美国就学了？对，我在美国学啊，然后学着，然后我就会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大人可以这样子听到一个旋律就有办法把另外一个旋律给就打出来啦，或者是哼出来？我说那个能力哪里来的？所以我就开始一直想着，我想那一定是从小孩子的教育就开始了。所以呢，我就开始去找小孩子教育的一些东西，就是找到在图书馆里面找到几本书哈。那其中有一本书是Prio 的父亲写的，就找个机会来拜访这个Prio 他们一家人。不过他真正吸引你的，就是除了音乐之外背后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吸引的东西？我想就是它的这个教育功能，然后呢，你看看它这个学校1922年创办到现在，这个部分的课程是从来都没有被消去过。很多学校说，哎呀，没经费啦，什么什么的，那通常都是艺术学科会被砍掉。可是在这个学校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看那一套 Gamelan 乐器那么贵哈，他们就是一定要有这么多的传统的歌曲歌谣，他是从以前唱到现在。那像爸爸现在有没有在就是继续写出新的歌谣，符合现代的社会？ Yang ini saya cairkan, saya coba
istilah CS dan lain-lainnya. Ini untuk mengelola ini. 现在其实做这些曲子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少了。那其实有点可惜。那这个学校呢，他们还有这个社区的家长们，他们其实组了一个社团哈，就是要来复兴这个传统，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想说，怎么样把现代的一些元素放进去，然后想要去做一些曲子。他们现在做的是，就是以这里当成基地，然后就是到处去印尼的其他地方，然后继续教导他们这些方法。来到印尼，看到几条家庭同样保留侵法强土地的智慧老观察，本几条在游戏地度学到锣鼓语言，本锣鼓乐器变作生活的一部分，唔会再是东南接触的专业。文化係法嘅，漳州嘅老社會互通行下去，做一個走把文化鏈條嘅企業，同時希望向全世界推廣自家嘅文化。等一下，聽聽王先生到 UGM 做印尼嘅甘美朗學生。这也是你同学吗？对，她叫做 Jessica。Jessica，hello，nice to meet you。Hello，nice to meet you too。Salam kenal。咁今年我想來到印尼啊，特別特殊啊。Yeah, I'm very interested in Indonesian culture, and yeah, lots of Australians come to Indonesia all the time because they're our closest neighbour. So I thought I'd come here and live for a few months. Why you want to learn in the gamelan? Because it's so different to the music that we listen to back home.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we use, yeah. They're very different. How long you learn gamelan? My third lesson. 哦，才刚开始学。才刚开始学。我想你如果看地图的话，你就知道说印尼跟澳洲其实是非常近的。那他一直以来对印尼文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学印尼音乐其实是可以让你更熟悉印尼文化的那种一个比较容易入门的一个方法，这样。这个是它的特色，叫做蜡染 batik。这个其实就是真的手工做的那种蜡染，这样子。那如果是机器印出来的话呢？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东西没有过过去。就比较淡。所以我们要先来学哪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这个，从这里开始。青色我给黑吗？就这样子。然后呢，通常你就是面对前面。哦，你说如果要演奏的话，可是他们为什么现在是有摆好吗？还没？对，有摆好了，已经摆好了。可是那旁边也有一个完整的一组的 gamelan 哈，会有2个不同的音阶。这一个呢是5声音阶，这个呢是7声音阶，从低音开始，然后对了。可是我怎么觉得好像这个，如果我们用哆来咪发嗦来比喻的话，这个是什么？嗦啦哆来咪嗦啦。那你现在转过来，侧身转90度，这个对。是比较特别了，它有半音。好，它的那个半音就是造成它7声音阶的存在的最大的因素。一个人在打的时候，就是会有5声跟7声，对不对？不会，他们曲子在写的时候呢，通常就是我如果写5声音阶的曲子，我就是整首曲子都是5声音阶。那他们有时候就说，那同一首曲子，我今天想要用7声音阶打，那你就转过来，对，就是这样。那听起来感觉很不一样。所以你每打完一个音。然后手要去捏住它，那你也不能马上捏的话就断掉了，就不好听了。所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的拿捏，其实很有趣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雕花很像那种传统的中国乐器的样子，而且那个颜色，爪哇的那个 gamelan 最主要是跟宫廷的文化有关系。并不是平民音乐，对不对？不，一直以来宫廷对这个音乐跟舞蹈非常非常的重视，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转化文化的骄傲，所以他们花很多精神训练自己的乐师、自己的那个舞蹈家。迎宾礼的时候都会有舞蹈跟音乐的表现，一种对他们文化非常骄傲的那种宣示。这个学校对这种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一直不停的在就是不遗余力的在保留，就是尽他们的责任在教育下一代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来这个学校念书，其实有
一半以上是外地来的人。对，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我们的学生，我们应该要，不管是从印尼的哪里来，我们就是要让他知道说，我们在爪哇有这么一个丰富的音乐文化，让他们知道。对台湾人来讲，印尼音乐可能较生疏，有嘅印象未单单係對巴厘島來嘅。不過，作為一個太平洋島重要嘅廟宇王國，印尼自古以來有無窮嘅文化交流，融合出特別嘅文化思想，真正嘅文化涵養，上來同道嘅學習來多呀。也每本本單對爪哇文化知道驕傲嘅印尼人，還加加深了自我嘅認同。講到做研究，該就要誠意明言。哇，大姐，那片真景係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是。我不会按懂你，你刚刚行到那个市场吗？这个算市场吗？这是市场，传统市场，对。哦，所以这一栋楼在日惹这个地方算很重要，因为是很重要，民生必需品都可以来这边买，穿衣服。而且我发现这边的衣服啊，看来看去啊，好像都差不多，都差不多。这个是他们特有的一个特色吗？这个是它的特色，叫做蜡染。蜡染，他们的名字叫 batik。batik， 对，它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花样。比较难的一个技术是用画的，好，那用画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就是要想象一条布哈，然后你要这样子用那个蜡这样子去慢慢的去勾画出你要的图案之后哈，然后再把它洗掉，然后用很多个不同的那个过程当中，才可以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那个层次。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怎么看它到底是不是是机器印的，还是你说的那种蜡染？这个的话哈，你其实翻过来看，它正反面的那个形状都一样的时候，然后颜色是一样的话，这个其实就是真的手工做的那种蜡染这样子。那如果是机器印出来的话呢？机器印出来的比较像是这一种，你看哈。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东西没有过背面就比较去。淡。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你问他一件多少钱？一对yang itu 100啊150块，算便宜，对不对？很便宜啊！哦，一件衣服250，真的是很便宜。这其实也要想说，这个其实不是给观光客来的一个市场。那因为这边的人的那个所得哈，其实还没有到那么高，所以他如果价钱太高的话，他事实上是卖不出去。哦，是。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就是说，像这边看到这么多衣服，我突然想到，我在这外面路上看，你们亚非真给懂耶，很热，但是我看到有人穿皮衣耶，还有人穿羽绒外套。哦，为什么啊？他们觉得哈，就是平常人问说，哎，你好吗？他说我生病了，那他就会跟你说，我身体进了风。马苏安宁说：“我身体进了风，就是因为吹到风，然后不舒服。对。听起来你怎么这么了解他们这个文化历史？我一直以来就是对印尼的文化很有兴趣，所以整个人就觉得我好像来对了地方，这样就很爱这边的文化。对，非常爱这边的文化。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哈，来到日惹之后，我发现的是。日惹的人，当地的居民哈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对，非常的友善。听听行业印尼人嘅想法，我將越來越了解王先生因為按中意印尼複雜嘅工藝美學，完全無強嘅文化思想，留生存智慧，都做對市場看得出來。行轉市場，未做得感受到印尼嘅豐容。哇，太極！那個一扎一扎買個東西，看起來好像那個蛙桂有沒有？蛙桂其實是糖，這是糖啊？對，是蔗糖。其實我知道，你像這個印尼這邊的蔗糖，好像以前也是荷蘭那時候殖民的時候有帶進來。土地非常肥沃，這樣。哦，你看老闆現在water 跟那個他說跟咖啡一起，其實非常好喝的。Good。你是豆贝咖，然后他要你試試看，看老闆吃得很開心。Cheers。其實這個是白開水啊，就白開水就很好。我剛才試一來，你就知道該種好像在喝飲料一樣，懂我說的？那肯定。他好享受的感覺哈。其實這邊真的就像你講，這邊的天然資源非常豐富，然後這邊的氣候其實也懂適合種下嘅東西，農作物都長得非常好。對，因為他們常常有那個火山爆發嘛，那個火山灰其實沉澱了之後，通通都又回到那個地裡面去。哇。對啊，所以那個土壤是非常的肥沃。馬卡西啊。
火山虽然带来破坏，上面带来冻皮嘅难肉，时运嘅代替，滋养类万物，汉加本印尼有各自王国嘅好名声，丰富嘅天然资源，本印尼人唔少失足，早地发展出复杂嘅艺术老文化，呈现印尼人嘅神话，让真正了解到佢哋天天安乐嘅性格。老师啊，我们常常都说环境会改变一个人，对不对？对。那你觉得，就像你来到这边，现在跟他们一起生活相处在一起，你觉得你自己变了什么？最大的改变就是好几天做一件事情哈，我也不会太焦虑。之前过的生活是一天要做好多事。举个例子哈，他们跟你说啊，我跟你约西洋，那西洋大概就是太阳在正中间的时候，从几点到几点太阳会在正中间的时候，蛮长的一段时间。对，那你的印象中的西洋是11点，差不多就太阳很大。你的意思是说，给到某个时间，比如说9点就9点，8点就8点。他说早上，这个对，或者是正午，或者是傍晚。好，那我们也不知道傍晚大概是在下午的一点点的晚呢，还是晚上一点点晚，所以那个时间点都是没有办法确定。不过我来到亚大边，还有一个本来感受到的就是讲，啲印尼亚这地方哦，个时间过得动慢，时间过好像变慢了，一天的时间好像变长了。对，就是不能够太急了。你刚开始你觉得自己把自己弄好了啊，好，然后你会想要去 push 别人，可是你会发现说，这些人没有办法 push 得动。对，那他们就是这样慢条斯理，所以你渐渐你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自己脚步应该要慢下来了？就像你说这边人不是常常讲一句那个什么滴答阿爸，就是啊没关系，没有关系。这是我也常常自己在想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哲学？就是让我来学，就是为什么他会在事情搞砸的时候可以笑着跟你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的用意在哪里？其实他出发点就是不要让你觉得太伤心，或者不要让你觉得太在意，所以就会告诉你说啊，提达爸爸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不用担心我会因为你的错误而生气或是什么。这个是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的，就是尽管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常常看到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好像他们也不太会有争执。不一样的民族性，非常非常乐天。那日惹行政特区哈，它离它很近的地方有一个火山，那它其实常常就是3不5时会爆发，对，所以这个是一点。然后像下大雨，一下有时候就是刮风，然后那个会把你的树吹倒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所以他们的人哦，其实养成了一种非常敬天的一个态度，他们觉得说。什么事情就是要尊重天，好，所以那个其实性格上是非常的谦卑的。其實我就知道講印尼亞嘅地方，無論佢嘅天時也係環境，我知道亞特別輕鬆要本來感受到嘅就係亞特別人老人之間嘅感情，你不會再覺得在這個城市裡面生活是有壓力的，也不會有任何的威脅性。對摩洛地度理解想法，對神話地度觀察冇問題。可能很較早地發現，無去用環境嘅人生哲學，感受印尼人無小無理吃菜嘅精神，也把佢做下立場，未打破嚟調整我對印尼嘅想法。雖然立場都要結束咧，不過我對印尼嘅好奇、老探求，是由嚟無窮樣嘅開始。